好，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咱的教授，甲咱讲课。大家搞早吼，搞早，搞早。今仔有一嘿，拄则俺饲来饲去，我迄个泡泡呢，我毋知饲安倒去啊吼。有啊，还搁伫咧啊。迄你有看啊？我现在变成我家己无看，安尼就对啦吼。我看卖咧这。你会使点你家己的迄个 PowerPoint 遐。吼，我家己的哦。对，你家己遐。比如讲我家己档案内面的啊。对，你会使点去你的档案。好。我即摆用我家己的档案就对啦。对啊，安尼我嘛是有看的。好。安尼等下迄个哦，做昨跟我联络的迄个贾小姐吼，你才替我试迄个后一页迄种啊，我会甲你讲安尼吼。好，今仔来咱即个台语园区，或者啥台语文创园区嘛吼，嘿，好。伫遮吼，要来讲台语文创意园区，台语文、台语甲台文，拢有，可是台语文，毋是文创哦，毋是文创吼。好，台语文创意园区安尼就对啦吼。好，迄个今仔我讲的实际上是蒙淡散啦吼。这啥物叫做蒙淡散？我再甲大家聊讲者吼。迄个哦，这贾小姐，请你吼饲后一页吼，即有一个起果吼，就咱讲诶，打一寡话头安尼啦吼，有看到吼？起果。阮拢有看到啊。我就开始甲各位来讲，即个要讲啥物款诶大话头，就是讲台语歌谣吼。即个歌谣有两种诶传统诶来源啦吼。一种是我伫读大学的时阵，迄阵我是台湾大学中文系，还是阮迄阵的系主任是戴正龙戴正龙教授吼。伊本身是即个合做北京大学，伊伫咧做读研究所的时阵，伊就伫因迄个合做故乡，伫咧安徽迄个故乡的时阵，伊就去访问。即种诶，即因在地一寡民间诶歌谣，尾因就将跩所访问诶物件，拢甲放踮因伫迄北京大学因所出刊诶即种叫做歌谣周刊伫遐发表。阮即个大教授伊迄个所采录诶遐物件，我拢有看到安尼。我讲即个传统，就是讲歌谣一般咧讲的是，伫过去的学术界，拢是咧讲，毋知影作者是啥物人，拢是真济人伫遐迄个他妈，不管是念的、唱的，还是演的这个物件迄个一般来讲拢是声音的运作啦尔。到尾有文字的记录，是有人去甲采录了后的时阵，甲用即个文字甲记录落来。所以即种的歌谣，会使讲是一个出你的嘴，入我的耳你的嘴唱出来、念出来、讲出来，尾我家己听到即种歌，这是即个歌谣的第一个。伫台湾来讲，这是第一个即个来源是安尼。我过去拢差不多是较徛伫即种的立场咧讲即个歌谣，但是当我对即个台湾的整个的即个合作用国歌的形式来唱出一寡，不管你是心声也好，还是社会的一种反应也好，即类的物件，咱过去有当讲是流行歌即类的物件呢，流行歌一个传统是按日本来的。咱过去的这在地的咱所不管是作曲家，还是讲即个作词家，这作词家实际上是敢若在诗人就对了用台语写
在死咧，对对。因所认捌的即个歌谣，迄种的观念是按日本来的。啊，日本的歌谣实际上，若讲较完整是叫做歌谣曲，歌谣曲。啊，这歌谣曲代表啥物货呢？就是一般我拄则讲的北京大学迄种的传统民间呢，毋知影作者是啥物人，这是一种歌谣。另外一种是讲有作者，就是咱一般讲有作词家、有作曲家，因共同合作出来这种的物件。不管你是叫流行歌，还是叫啥物歌安尼时阵这按日本这边来讲的是，因嘛是拢叫伊是歌谣。咱即个做一寡迄个台语的先辈差不多是1900年代，比如讲李林秋或者是讲差不多是即个1910年代，比如像陈达如，因遮个人所写的，因嘛拢认为这就是歌谣安尼。所以我有一个学生就是即个吴国正，伊捌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咧讲即个问题。这伫网络内面拢挺好去甲查到就对会使参考者所以我今仔日讲的即种的台语歌谣，我主要是按日本即个传统，因为我尊重咱遮台语的先辈因伫日本时代开始拍拼作曲作诗来咧迄个杀出咱即种的台语的遮歌谣出来。所以我即马差不多较采取即种的观念。我过去按北京大学迄边过来，当然北京大学伊即种的传统是过去来讲嘛是一个世界性的迄阵咧讲歌谣，咱一般讲的拢叫做 folk song 即种的物件差不多都是即类，较毋知是作者是啥物人的后来，即个蒙淡散实际上是咱咧食四小的时阵咧讲的啦蒙就是加减啦淡散就是淡仔食淡仔煲淡散，咱即摆来讲的是拢食佚佗的啦一寡佚佗物咱摕来食，咱这叫做蒙淡散。即个意思就是咧讲，我今仔要讲的是讲，将我伫即个台语歌谣的即种的欣赏的过程内底，还是讲伫遐伫咧捌即台语歌谣的时阵有一寡拄着的经过行出来，互大家来分享一下，是即个意思啦好。即摆来要谈三要请的第一个四首，也是要来讲台湾的第一首的即个金歌。我伫遮甲各位讲者我今仔讲的即个台语拢经过一寡台语真好的一寡好朋友，拢有甲我指正过。咱过去无咧讲第一首的金歌，拢是讲第一首，但是即个首伫即个所在。一首歌甲一首歌，咱互大家参考者，就是讲尾我拄着一寡较老先的，因咧讲即个首的时阵，拢是讲首一首歌这是互大家理解者来，这第一首的即个做金歌是日本时代1934年的时阵跩人到底是啥物人？即摆拢毋知啊。作词的，就是讲写诗的人，甲即个做作曲的人，因为无啥较进一步的资料所以就知影因是这个人。唱的人叫青春美，青春美是人生得足水的这我看，这是迄个唱片的中央迄个圆票圆票这就是青春美，伫迄种的歌单内面的简单的迄阵的翕相，还是讲咧出版的时阵当然无遐尼精密这我是根据即个林太尉就是即个台湾目前有几个真重要的收藏家林太尉是其中的一个伊互我的。所以我伫遮拢会讲，我伫网络若是有去采取到啥物资料，我拢会注明迄来源是按倒迄个来的。因为我本身无收藏任何一张的即种唱片，即种唱片啦，甲咱买迄个做即个做塑胶的迄种唱片完全无共款
因为材质无共款。你尿尿啊，摕伫手里的时，摕到无病的时，伊会逼开哈，迄种的。伊内面主要成分毋是塑胶，是土粉吼，啊，佮有一寡迄个即种虫拖吼，昆虫啦吼，虫拖，迄是染油的一种物件，啊，伊个喙烂出来啊，掺个土粉搅做伙的时阵，吼，因所做出来迄个唱片叫做糖家唱片。今仔无啥时间，所以简单介绍者就好。啊，所以这就是林太威吼。迄个食小鸟如替我拢按一张一张落来啦吼，这林太威吼，伊伫咧放迄个糖家唱片吼。你看，迄糖家唱片迄唱头吼，拢一箍足大箍的迄种糖家唱片吼。伊这是用过发条伫遐咧运作的吼，啊，因迄个这唱片的速度是1分钟72转。72转，咱到50年代了后，伫台湾，因为王永庆伊诶塑胶粒吼，变做互人摕来做即个唱片的原料的时阵，迄种诶塑胶的唱片主要是33个1/3转，啊，这是72转才有定倍，速度愈紧，迄音质愈水。即摆因为这糖家的唱片，咱即摆咧听的时候，咱感觉讲，哦，安尼声音安尼。吵安尼吼，迄是因为吼，已经毋知是安尼，即个唱片吼，已经安尼吼，互人安尼听过几摆，啊，伊听一摆吼，啊，着爱迄个唱针吼，马上着爱单调，佮用另外一块唱针，啊，无会将迄个切盘吼，迄个叫做干那拉细，啊，着伊，我拄则有讲嘛吼，伊个材质毋是塑胶的嘛，所以会受伤就对了吼。啊，这就是迄个或者糖家的唱片吼。好，啊，即摆要先互大家来听即块唱片我会播，今仔日敢若即条歌，我会全部拢放上一摆，啊，请即个或者贾小姐，你开始来放即条歌。
好，会使甲切起来哈。这条歌吼，我甲各位聊了介绍者吼，内底有一个特色，就是讲吼，伊有迄个两段的间奏间奏啦吼，遐读做间，读做吼间奏，安尼就对啦吼，毋是间奏吼。这是就是伊即个唱片一种材质的特色，就是讲伊即种的唱片吼。一块唱片实际上敢若灌两条歌，正面一条，过来后壁面搁一条，主要是安尼。一条歌差不多3分钟钟，差不多是安尼。这3分钟钟的时阵，你若是敢若将拄则迄唱的，迄敢若人声咧唱的时阵吼，伊无够3分钟，所以变做时间会，意思是讲吼，你伫唱片即面的时阵你迄个。唱针已经洗了但是你迄个叫做变做会浪费真侪即种的迄个材质安尼就对啦。所以伊就用即个间奏，用过即个演奏的方式。伊这演奏有一个特点，就是讲迄个时阵有法度伫即个曲盘内底来做乐师的人伫遐录音，确实拢是足无简单的。所以伫即个所在。伊即种的唱片，毋若是干那表现迄种唱歌的人伊的即个歌艺，嘛要来表现伊即个乐队。这乐队一般来讲，拢是迄个唱片公司。比如讲，即个唱片公司应该是我看卖，伊这应该是即个伊即个唱片是迄个做这啥？我这无看无啥有吼，迄个唱片公司，我看慢咧，加多无写吼，这个太平太平对啦，太平，太平，太平，这个太平是这个上开始的做哥伦比亚上开始的就是哥伦比亚，当然搁较早原来也有啦原来是迄个时代真重要的一个唱片公司的对伊算讲即个叫做录即种的曲盘出来的时阵因家己拢有因的家己的乐队，迄乐队迄大家迄种的演奏的迄种伫咧伴奏、伫咧演奏的时阵拢足水气安尼就对。我来借即种的机会。互大家知影讲因即个公司的跩乐师确实拢足无简单的，所以这嘛是咧将过去咱跩演奏家因即种的即个技艺甲保留落来一种方式。好，这就是要讲这这禁歌伫咱战后有真长的时间30-40冬的时阵按1950年代开始有禁歌。5控、6控、7控、8毋啦30冬啦，足多的啦，这是啥？一般来讲，即种的禁歌有几啊种迄个听我讲的物件，今仔无时间，简单讲一句，就是讲，你若甲当时的即个官方的意见无共款，伊就要甲你禁。但是日本时代的禁歌，甲战后咱台湾的禁歌有一个无共款的所在，就是讲，即个曲盘伊甲你禁的时阵伊无讲你即个曲盘袂使放你即个曲盘袂使迄落，但是你即个曲盘内面有一张即个歌单，即个歌单犯着因的法律，迄个日本时代的时阵因上代迄个就是讲你若对天皇有啥物不敬的迄个迄绝对是甲你掠起来，迄无问题安尼伊这就是讲利用即种的歌单是文字的传播，伊讲伊甲你禁，毋是禁即个歌。禁你的歌单安尼就对啦禁歌单的时阵，迄阵咧做唱片的人，歌单若无出来的时阵，伊会感觉讲敢若无完整。个另外就是讲这嘛是一种，甲你禁歌单实际上嘛是去甲你警告就对啦警告你讲你即种开始有问题伊咧甲你注意所以做生意人的先当然袂讲硬度要搁继续拼落去所以这条歌，这个你咧禁的是禁你的歌单，战后要甲你禁的是安怎禁，你知无？
伊将规底唱片，以前发通知互跩，因为迄阵即个流行歌的传播即个做方式真大，足大部分的拢是透过即个收听即个radio的即种广播，所以因迄个一般的唱片拢会先送过来即个广播电台，互因来放安尼就对。所以伊就将迄个说啥，迄个通知互因即个广播电台，讲即条歌袂使放遐呢。在电台就开始无法度就袂使放，袂使放要安怎？上届迄个做简单的方式，就是将迄块刻盘喺烟条内面呢，摆迄个做歌名烟条顶就较早细底唱片是4条歌，较大地唱片是6条歌一面啦因就踮迄歌名的票头遐甲拍一个册讲安尼就是袂使放咧包括因伫迄个做歌单内底嘛是将迄甲拢甲拍册就对啦。这是上届温柔的方式。第二种方式是啥？甲搭贴布，就是用迄足黏的等迄块唱盘迄种讲，伊咧放的时阵阮有4条歌，伊就讲第3条袂使放，伊踮第3条甲你搭一个贴布。即摆你咧唱尖若硬到要放，伊互迄贴布夹着的时阵，你唱尖会断去迄无法度所以安尼就袂使。上届酷刑的是啥？你知无？伊用过迄落钻，迄种落钻当然毋是讲咱即话讲咧钻壁迄种落钻就是一般都用过，就是讲你咧落物件时爱先甲比如讲咱伫咧念物件迄就好啦你念东念铁的念写迄个物件伊甲烧好安尼红，才踮迄刻盘顶你甲蹙一下，就落一空这个物件我逐项都拢有看过，实物的即个唱片拢看，这是战后咧禁歌的一种方式剩的今仔无时间讲，就讲到这。即马煞了要讲后面即个，就是讲大歌星失甲贼，就是讲咱这台语歌咧发展的过程内面，当然拢是透过跩大歌星伫遐咧演唱唱片公司安那甲迄个制作互伊变做讲大家拢有法度欣赏到的即个歌手就对啦伫遮的时阵，我下面要讲的拢是讲较白，就是讲因拢唱毋对。明明台语毋是安尼讲的，但是因唱出来拢唱毋对去安尼就对。这有几种唱毋对的方式我选其中的几项互大家知影一下在大歌星失甲贼假设遮你换下一页遮第一个部分就是讲伊的语法是毋对的，就是讲这语法的毋对，主要是因为战后受到这个华语甲这个国民党政府的这个叫做语言政策变做大家的这个台语愈来愈歹到尾变做讲将这个华语的语法拢甲毋是揽落去变做是台语缀华语的语法底下伫咧走安尼就对。这我是感觉有当想了到着真艰苦的一个代志。这过去的事实，咱来提出来讲。这下面要记的跩咧，拢是一寡大歌星，大家拢足熟的大歌星有诶，我拢像我拢像这唱毋对的这歌，我拢当面捌甲因问过去因有甲做一寡回答我等下才讲互大家听安尼就对。好。下面咱先来看即个黄昏的故乡这当然是文夏伊所唱的伊迄阵用过秋人伊来即个或者写一条歌原曲是即个日本的中野即个中情伊所谱的曲安尼就对。亚洲唱片1959年即个时阵。好，咱即马你搁甲下一面，咱来将看迄个歌词，互大家看一下
啊，这就是文学啊，文下拢有人讲啦哈。啊，这是个唱片的这个圆条啊，哈，这就是已经是作家的唱。你看，这一面有4条歌，哈，一面有4条歌，这一面差不多放起来，差不多是15分钟以内，啊，15分钟以内，一条歌嘛是3、4分钟，安尼就对了哈。好，啊，歌词就是这，这我无迄个啦哈，因为这个哦，这咱关怀这边有甲我讲，将来这要放到 YouTube。啊，所以吼，我所有的这个声音的档案，拢是按曲盘来啊。我一张一张的，若是 CD 当然是按 CD 来，啊，我拢会甲转做 MP3 哈，啊，较精密的我会甲转做或者WAV 啊，这个档案安尼哈。啊，这我声音的档案拢有，啊，但是伫遮袂使。放在即个线上，因为到尾啊，即个伫即个 YouTube 会担遮去甲保留起来，安尼就对。啊，关怀这边的朋友讲，行即个 YouTube 会来经过就对了哈。好，所以伫即个所在，我要将迄哈，我家己唱好啦，因为即条我大家拢足熟的啊，爱玉，我本来是要点这爱玉来唱安尼吼，爱玉足好唱歌的，叫着我，叫着我，黄昏的故乡不是在叫我，叫我一个苦命的身躯，流浪的人无厝的渡鸟。好，到这就好。这主要是啥物所在有问题，你知无？你甲看，伊即个语法叫着我，叫着我，黄昏的故乡不是在叫我，你敢无感觉怪怪？咱台语绝对无人安尼讲的啦。啊，文下会安尼，主要是因为受到华语的影响，啊，才安尼。所以有一摆，我拄啊带一个日本的留学生，因为伊要做50年代这台湾的流行歌嘛，去台中拜。去台中拜访咱即个文学生，啊，阮伫一个迄个饭店内面伫遐食饭的时阵，我就甲讲一条歌。啊，我问题啊讲袂了的时阵，伊就随甲我讲，我知你问个问题，我知。伊讲遮叫着我，讲怪怪安尼。啊，伊马上甲我讲，遮若无安尼唱的时，敢会听你？伊讲吼。伊马上唱互我听，你知无？伊安那唱，伊讲，伊讲，就是后壁不是在叫我嘛，伊嘛知影我要问个问题哦。伊讲，地叫我，黄昏的故乡不是在叫我。伊就是安尼唱互我听，讲安尼敢会听你？啊，我迄阵当然歹势甲回答啦，讲实在，我听过就好啊，安尼吼，因为。我心肝内是有一个迄个咧想讲，你要安尼唱的，你要安尼唱，当然是会有问题嘛吼。我尾仔伫咧教册时阵会用即条歌来咧讲即个语法的问题，我就讲，我唱学生听。地叫我，地叫我，黄昏的故乡不是在叫我。安尼来歹听，敢毋是？主要是讲你要强调的时，会变做敢若会另外一个问题，安尼就对了吼。这就是咱即马台语吼，会使讲吼，按台湾头到台湾尾，按学校内面甲学校外口，差不多。什么咧？骑着脚踏车啦，摕着什么皮包啦，这个着吼，差不多。伫咱即个或做即个台语内底吼，真正是安尼不时伫咧出现的物件，包括咱一寡即个做台语的人、写台语的人，嘛也有即种的现象，实际上这是毋对的啦，当你咧讲吼叫着我时，你若去看日本的原唱的时阵吼，
伊是迄个唱是咏嘛吼，咏的一路，咏的一路，哟，迄个咏第一路，第一路的意思实际上就是现在进行式就对啦，动词内面的拄仔咧进行的时叫做拄仔咧进行的时，咱台语袂使讲着啦，着是完成啦。你若讲叫着我，一定甲我叫着啊嘛，若当咧叫的时，当然是伫咧叫，还是讲得叫我安尼嘛所以咱甲现后壁一页你著看叫着我，叫着我，叫着洪阮的关不是咧叫，是毋是安尼讲？实际上来讲，得叫我，得叫我，洪阮的故乡不是得叫我，这是我记的第一个例。过来第二个例，毋是第二个例啦这是第一类的。第二类的就是读音无准这音无啥准安尼就对啦。讲起来，这拢是我足敬重的一寡先辈可惜我参一寡朋友捌甲因有拜过即种的展览到尾这可惜伊的即个叫做音乐图书馆伫台南成立所以我对可惜的这家属拢足熟的。我可惜当然对无着时间啦当然伊过身的时阵，我还足少年的这内底陈达如伊写这个著名这个安平对象曲可惜伊来做曲好我去选的是这个可惜的这个歌伊家己唱的这条歌有情无万草，大家拢唱过安尼。但是到我即马所听到的敢若有一个人唱对，出来拢唱毋对，是第一个唱毋对的就是可惜的学生，或者美的款迄阵抑阁是唐家的唱片，过来中英唱，迄拢是可惜的学生，伊嘛唱毋对。到第三摆，即个可惜家己唱时间已经差不多到即个做1969年这较尾伊这头前是1951唱片出版的时是1952，朝迄个时间这大王唱片啦，还是女王唱片，迄拢是唐家的唱片。到尾以前改做太王唱片，这拢是属家就对了我这么讲的，就是讲这条歌请这个叫做谢小姐，你来放一下新青花又春，风这金花似情浓。小龙春和王，音信传不通，一时行出那拄风浪。放梦情难忘，心情无得放，像是行到海边风。海风无情笑阮讲，不知错乱心茫茫。好，安尼甲切起来来，这条歌是啥物所在出问题？就是伊只迄个放阮情难忘心情无得讲，相思寄着海边风这条歌真正开始唱的可惜，这个可家班的，包括可惜老先生伊拢是相思寄着海边风。我问大家，啥物叫做相思寄着海边风？这句袂通，你知无？相思寄着海边风，迄毋知啥物意思。实际上这个对这是伫日本时代的时阵我有看过一寡台语文的创作内面，这个对比如讲咱这个叫做满豆的对台语足有研究的这个叫做年纪有较侪向袂记哩伊即个对伫迄日本时代，真侪人拢是用即个对来表现啥物货呢？咱咧讲的滴
还是伫底什么所在？伊要讲的是这种相思架伫海边风啦，架伫底海边风，就是这个意思啦。啊，迄个陈达如，伊绝对毋是咧唱架着海边风，伊一定是架伫咧海边风安尼啦。啊，因为吼。即个陈达如甲即个号做苦酒因的结缘吼，原来足有意思的，这个另外一个故事啊，讲到都讲袂了安尼就对啦。啊，但是呢，咧灌唱片的时候，陈达如一定无伫边啊啦。啊，所以苦酒唱啊，还是讲伊开始灌的迄个号做即个号做弹家的唱片，开始的弹家唱片吼，大王啦、女王啦即种的吼，应该是拢。苦酒伫伊诶迄录音室内面家己遐咧录音诶嘛吼，啊，陈达如无伫边啊，所以就变成即种诶即个情形。所以像相思架伫咧海边风，迄是两音诶，啊无就相思架伫海边风，应该是安尼就对啦。所以即句吼有问题是啥物？啊，伫遮我无将迄讲互大家听。无甲将个结论写出来吼。好，大家知影咯，这就是迄个对，袂使读对，吼，爱读做对，吼，还是对。好，共款唱毋对，即较少年的，一个叫做贵姓贵吼，贵宾啊，即位即前几冬吼有一寡新闻吼，即我就莫讲。伊参即个510吼，两个有合作过即个海波浪吼，510吼。咱有一个歌星吼，叫做向慧玲有无？向慧玲啊，实际上迄个向嘛是人的姓啊，即个吼做一般来讲吼，即个向慧玲的向，即人的姓啊，读做慧玲，向即个光辉甲510。伊迄厝的即个艺名就是即个意思吼，因合唱的时阵啊，即个海波浪，啊，这海波浪啊，真伫迄个时代足有名的。啊，我要讲的，伊唱毋对的所在伫啥物所在？恁来甲看一下。这是贵宾吼，来请放。啊，这就是用过即个或者 YouTube 的资料哈，伊家己有资料，我就甲。连接去 YouTube， 请食小姐你来放。相思应当的家伙面中来离，我把个苦衷，我把个痛苦，不愿来流浪，我去开火龙，有呀有龙，但听因那。好，甲摕起来。这个所在要讲的就是这个，伊唱拄则讲苦衷啦。啊，这两字吼，实际上台语的歌词，足侪歌星拢常常咧唱。可能这个作词的人吼，感觉这两字袂歹安尼啊，做咧。啊，但是吼，我到即摆也毋捌听过有人唱对过。咱是唱苦衷。就是唱苦中啊，这就是受华语的影响，啊，无就因为这伊内面有一中嘛，就变做苦中，实际毋是，伊爱唱苦中吼。敢若讲咱即个昆虫有无？昆虫的虫吼，昆虫毋是昆，迄个就是虫 ，th 的即个音就对吼。这大概知影一下，安尼后摆啦，常常咧讲即个这两字的时阵，希望拢有法度甲改正过来。尤其咱做台语老师的人，还是咧吹吹电、吹动啊，即字莫读做推，莫读做推电，啊，莫读做吹，即个推动啊。那希望大家拢有法度甲改过来，吹动。即个吹动伫日本时代时，伊有当毋是用即个即个叫做手字边的即个伊拢是用个人字边的迄字来写。那用迄字来写，一定会读做吹的，
哦，迄阵咱即嘛读书嘛吼，所以就互大家知影一个安尼就对。即个讲义吼，我尾也会拢互大家放咱线顶，你家己去看，哦，慢慢的你就会当去体会就对。好，过来爱毋着人，哦，这爱毋着人，这内面这个较少年啊啦吼，柯景顺伊所唱的，来，请贾小姐，哦，你将这个甲放出来。若是爱毋着人，袂当袂记伊的名，只好目睭紧紧犹在叮当孤单，夜夜来糟蹋，阮啥病也无好。若是爱毋着人，脚骨嘛是落较逝，只有孤夜亲像夜头无星无影，这款的未来，家己嘛不敢看。好，甲切起来。这内面在台语的用字吼，汉字吼，因为你着敢若一定要用汉字嘛，啊，所以就用个照音的方式啊。实际上，即马即个咱即个教育部有即个叫做台语书店嘛吼。我上去教育部即个台语书店叫做闽南语换歌啦吼，换歌咧，咱台语变做闽南语安尼，足无意思诶。好，敢若讲即句就好啦吼，真歹势。即内底吼要讲诶，就是咱即个所在，伊讲闪撇，即马吼10个草有10月拢是读做闪撇。尤其是咱做台语的人，咧推动台语的人嘛，也是做台语的老师，啊，定卖读做闪撇。实际上，即个走尾仔边顶啊，即个吼，顶啊，即个吼，伊本来就2个啊，出撇的时是撇，你若是咧用平迄种的即个部首来讲吼。伊就是撇，啊怪撇嘛是撇，啊但是即个所在伊就爱读做 B 啊，一定是读做 B 的，闪 B， 你查字典无闪撇即个音啦，啊，若是讲有一寡迄台语字典，尾也讲啊，即摆社会大家拢读做闪撇，所以嘛会使来读闪撇，即我无承认，咱做台语的人啊，上好是。若毋是讲真正有道理的迄种诶读音的时阵，咱尽量莫阁继续做即种迄个叫做错误诶演习就对啦吼。好，即句我简单的用过这。过来有拄则讲吼，你语法毋对，啊读毋对音，啊即过来就是吼，迄个交破音。你定定会出问题安尼，所以我才举一个例互大家听。望春风新歌剧，这望春风新歌剧就是讲，顺伊的即种的望春风出版了后的时阵，顺伊是唱对的哦，但是尾啊因为这足轰动的嘛吼，啊尾啊就甲另外偏见，变做一个用唱片来伫遐咧做，敢若一个。歌唱的广播剧迄种的意思，内面有对话，啊嘛有唱歌即种的，啊拄啊按即个所在开始，1937年啦吼，伊开始差不多拢唱毋着，而且唱的时阵吼，因迄阵无感觉，啊但是尾来的人所听到的吼，啊是拢继续唱，即首《望春风》嘛是有千无万的人拢咧唱，但是真正唱对的人。足少的安尼就对，一直到这就是迄个叫做，咱看一个吼，爱炎炎，迄个时阵顺爱炎吼，啊过来有真侪种用2字来做啊，敢若吼塔做伙的2字来做伊的艺名的吼，这足侪就对啦吼。啊，过来，这就迄阵的唐家唱片的时，因的迄个伫咧 play 的时阵迄种的唱机就对啦吼。毋对，来，我即摆互大家先听一个，即种的迄
开始唱唔对的时阵是安怎唱的？来，请迄个房姐。好，甲切开，安就好，甲切开。这是迄个叫做爱甲炎炎，这两个到底是爱唱的还是炎炎唱的吼？袂想记哩啊吼，来，过来，咱来甲看望春风，伊第一版一出来时吼，是这个孙纯吼，这拢是孙纯的相片就对了吼。林太尉伊感觉上赞的这个日本时代的女歌手就是这个孙纯安尼就对了吼。这望春风的唱片，来，请放。贾小姐，请你来放这条歌。好放起来，你过来，搁顶放一个，因为这都只无清楚。好，你甲切开，吼，安尼，这是啥物货呢？迄个炎炎爱爱吼，因是唱手，纯纯是唱酒，以后呢吼，战后尤其是战后的时阵吼，有唱即个酒的。我也毋捌听过，讲实在，有甲我接触过的人因尾就拢唱酒啦吼，但是大多数拢是手，因为这酒甲手的意思是完全无共款，因两个是咱讲的吼，华语讲的破音字啦吼，台语是讲交破音啦吼，这个交破的是就是讲，这个看你是啥物款情形，共迄个汉字伊无共款的意思。比如讲，伊还有用着一音叫做秀，比如讲，咱过去种做官的人叫做太秀，台湾无太秀啦吼，台湾日本时代有郡秀，郡秀，郡守郡秀，比如讲，迄个叫做咱台南有一个詹文君，詹文君，詹文溪迄个詹文，詹文君，伊下底有几啊，即个家庄伊就是叫做郡秀所以你看无共款的迄个，伊就读无共款的音，这无啥物款特别的，敢若讲有啥物进一步爱去讲，就是讲读毋对就是毋对秀是你手踮边你行物件碰见顾伫遐，这叫做秀酒是啥？你伫酒伫遐的时阵，是讲你无走开，讲酒踮房间内，比如讲，你红晒过身了后，你酒馆，迄拢是酒这我点者，大家知影就好啦希望咱这做台语的人，莫阁读做手就是安尼。淡水无是，我讲我这记的足一个拢是迄个叫做大歌星嘛洪一峰的淡水无色，来，咱甲听一个。这咱即马大概嘛是拢安尼唱日头将要沉落西水面染五彩。实际上你若去查字典的时阵，你查即字伊讲文音拢读做染白音有两个，一个是染，一个是染。我即摆要讲的，就是讲，你若是讲这是迄个叫做因为是读文音，所以用个染嘛无毋对。
但是我感觉安尼袂使安尼讲的。你若要读文音，伫即个所在时吼，即个水面染五彩，等下有一个例我来甲你讲吼。你若要读文音，你规个就文音；你若要读白音，你就规个拢甲白音就好啊。你着水面五彩这五彩当然文白拢是共款音啦吼。无五嘛是有文甲白吼。你若讲水面染五彩，你若是要安尼念的时候，我无你的法。你着读水面啊，五彩当然是文音白音。一般来讲，你若单独的时五是爱读做五，但是五彩无人咧读五彩啦吼，迄就是变做已经是一个敢若讲迄个做两字夹做伙的一种词类啊，就是词类啦词汇所以这个所在你就要照伊迄种的语迄个语法的迄个惯势的你若水面就当然爱读做你，就是讲暗头来淡水甲看过日头要落海迄边规个过来的时阵，迄个水面当然红红嘛迄个伫个水面讲的是无共款的色彩拢伫遐有迄种真水的迄个色彩伫遐即个所在绝对毋是染的。你若白音读染的时，一定是传染，是破病的迄种叫做染，伫遐倒掉的时，才叫做染。你若是要讲色彩的时，恁就要读做染这无啥物通好，搁去辩论的所在啦这我当然嘛有参即个做即个老先的洪一峰讲起这样代志，我感觉真毋甘啦我拜访了也无偌久，洪一峰就过身去啊。以前住伫台北的龙安街迄边即个念伫这个所在爱读做念，较好势。这个有关这个大歌星这四角菜的所在，我就讲到这。下面要讲啥呢？吟诗调伫歌内面的吟诗调，这正讲的吟诗诗吟。日本伊咧讲因的即种咧汉诗的即个伫咧吟的时呢，因迄个名词就叫做诗吟安尼的。我感觉即个诗吟，即个词真水，我就甲摕过来只来甲用安尼这歌谣吟诗调我用个较笑诼的方式，互大家听者，你就知。我这是要用过即个老福州伊所唱的即个做。一个例即个例你听看觅囡仔时代定定拢会去湖边唱一寡，溜啊唱歪歌迄种。一天过了又一天，身躯无水转转线，走去溪仔底洗衫便搁落去袂晓唱走去溪仔底洗衫便过来。头是我阿姨大岁，头是我阿姨，头是我阿姨，开始当我说，头是我阿姨。手万千，万千啊！这实际上咧吟诗的时阵这讲起来咱一般的通俗讲起，这是歌戏调啦。即摆老福州这条歌，伊就是用歌戏调的方式来唱，来请放一下人日自向光，好有不行，诉不完。卖
去无目的，人间多处有情伤。好，我用这个诗吟甲这个伊个歌谣内底这个吟诗的迄个方式，我最后要讲2点。第一点就是讲，因咧吟诗的时阵，定定音拢吟唔对去啊。第二点就是讲，这毋是叫做吟诗，这叫做咧唱歌诗，应该是安尼。伊是伫咧唱，伊毋是伫咧吟。一般咧讲吟是啥物意思？你知无？伊毋是唱歌哦。吟是将你原来的读音吼，伊用过一个较文言文的解说，敢若4字啊，应字、中字、引而藏之啊，就是讲伊本来安那念，你就教伊啊，将个声音甲扭较长一出来，会当扭长你就甲扭长，袂当扭长你就甲切起来，就是即种的方式。所以男儿立志出乡关，这干呐一天过了又一天，共款的嘛，就是迄个调。我伫咧讲，就是讲吟诗甲伊歌戏内面的迄种吼，伊毋是叫做吟诗，伊是伫遐咧唱诗。好，这第一点我要讲。第二点就是讲，因为伊毋是真正有迄种吟诗的训练，所以足侪即个吼。吟诗一般来讲，吼，拢是爱唱文音的，哦。你若是要讲白音的时阵，伊个作者可能会特别注明，讲读土音，啊，像赖和啊，台湾新文学之父即个赖和，伊主要上开始拢是写汉诗嘛，哈，古典诗这个对，啊，有当会讲读土音，就是安尼。所以若毋是土音的时阵，吼，变做拢是爱读文音。这种吟诗的时阵，是我咧读古诗的时阵，吼，拢爱读文音。我超98%拢赞成，但是其他有2%的时阵，我是非常之不赞成。比如讲，咱台湾的地名，咱台湾的字姓，啊，伫即个文音的系统内面，读到到着你都毋知伊姓啥。用赖和的迄个赖，咱伫咧称呼人的字姓的时阵，绝对是叫做赖和的啊。但是你若放咱迄个古典诗内底的时阵，你啊读做文音，文音啊读做啥？奈何？我有当想讲，是要去奈何桥哟。比如讲姓陈的人，伊无甲你念做陈，伊甲你念做陈，无毋对。咱这个字姓的陈文音是陈，但是咱知影台湾的字姓足侪拢是读这个白音的，安尼就对啦。所以陈，所以伫即内底，哦，比如讲我讲迄个叫做一个啦，吼，赖和定去阮庄的是中华和美土厝厝，中华和美土厝厝伫日本时代出一个足敖的诗人，叫做陈希国。伊大所在，阮庄的拢是叫杨老安尼。这陈希国甲赖和是上好的朋友，赖和定去去阮土厝厝找即个陈希国。伊若要来这土厝厝，会经过一个所在，叫做竹仔骹。这个竹仔骹，迄地名，你若甲放dans古典诗内面的啊，爱读做啥你知无？啊，竹子局。竹局，伊一首诗就叫做竹子局。有当时你安尼读是，你用文音读这音是无毋对。但是你用声音，你得甲体会，你感觉讲这毋知是啥物所在啊？毋知是迄神话的世界内面的倒一个所在叫做竹子局安尼吼。所以我是真无赞成伫即个古典诗内面拄着人名甲地名的时阵一切拢甲读做文音啊，这是另外一个迄个，互大家理解得到。
好，啊，我则先讲一下哈，即个或者伊个音读毋对的所在哈，即个迄个合肉不行，伊读数不还，啊，数不还是安怎出现的？啊，就是华语的应用嘛，啊，伊就数不还，啊，伊也无人甲教，伊就踮咧数不还安尼。过来吼，埋骨，啊，即个埋吼有片音吗？啊，但是即个伊本身根本都无片音嘛，所以是埋骨，毋是埋骨，哦，这是吼。后壁嘛，还佫足侪所在，我顺续讲者吼，大家看者你就知，啊，比如讲劝君，啊，老福州伊是安尼唱，劝君莫笑，啊，金雷伊，伊是安尼唱的，啊，甲上尾啊即句吼，木太无花空结基，伊是安尼唱，这三个所在都是毋对，啊，伊即个笑是白话音，文音是爱读劝君莫笑，啊，金雷伊啊，毋是雷伊啊。啊，到尾啊，迄个啊，即个接机吼，毋是读接机，爱读做接机啊。咱台湾有一寡迄个叫做古典诗人吼，因有一种哦，敢若讲模仿民间乐府，就是讲模仿民间的歌谣的啊，迄种的诗叫做一般拢读做德基诗啦，德基诗。你用白音就去读无毋对，但是毋是安尼读，而且。你迄种诶啊，伊原真正爱读做读，迄个读是读，啊，迄个基读做基，所以爱读做读基词。而且读基词内底，伊虽然迄个啊文字真浅白，但是你袂使用白音读啊。读基词伊嘛是爱用文音落去读。你若毋是，你去查一寡啊读基词，读基词，你来甲看嘛，你就知影吼。这都是读毋对的所在。过来，千里风，即个云有会读云啦吼。千里风云啊，即个白日昏。过来，伊就读北风安怎，无毋对，入声北无毋对。但是伫这个叫做啊古典诗内底，你袂使读做北，你要读做。风吹雁，雪纷纷，都是爱安尼读。好，啊，即摆翻头就是讲，因为你这唱的拢是敢若是咧唱一种歌的迄种方式伫安尼唱，啊是这种咱定来讲吼，应字中字，引而长之，实际上就是安怎呢？照伊的音落去读就好啊。比如男儿日字出长关，你就照迄音啊。男儿日字出乡关，客若不行，誓不还。埋骨起有分无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咱毋是伫咧唱歌，咱是将迄个原底的即个歌词扭较长咧，啊，感情甲下落去，就是即种的读法。同款，劝君莫惜金如意，劝君惜处。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太无花空折枝。啊，就是安尼落去吟的吼，所以真济哈，咱即摆咧讲咧吟诗的时阵，为了讲像江湖调咧吟啦，用啥物迄宜兰调伫咧吟啦，啥物调啥物，迄调讲起来拢是一个音乐，一种歌啊，一种开始咧唱歌迄种方式，迄毋是叫做吟啊，希望大家理解哈。好，第四项文学水准真悬的台语歌。
时间超过安尼，安尼要安怎？哦，毋知老师还佫偌济？这讲落去还佫有一寡，还佫有一寡。应该袂了啦。我上尾啊，就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好啦。啊，我想可能咱今仔日简单，然后咱可能后壁才佫排，因为老师，阮知影老师还佫有足侪米吼，所以今日因为可能逐个时间的迄个事先的约定是1点钟啦吼。对，我拄可能若阵还佫短就讲伊也讲有了，啊，若阵还佫足侪是，可能咱就后边还佫来。我即个吼。迄个文学的，因为迄条歌是足水的吼，迄个歌梦花啦吼。我讲即个嘉庆君游台湾的时阵吼，我真简单就听我讲了安尼吼。遮迄嘉庆君游台湾吼，我好，留了放一个好啦，佮放一拍就好。足好听啊，即首。毋是。归来台湾最差村。古早印度是阿公，故乡有名是大狗，台南古道车头头，也因讲叫做无边头。是点那口，北到土名是古道，南方大势是海口，称这叫做牛马头。好，甲切开安尼，伊无时间啦吼。嘿，我这条我要讲的这条是讲真简单吼。伊即个嘉庆君游台湾当然是民间的传说。我小学的时阵就看过这本小说啦吼，嘉庆君游台湾。王德禄的这个故事就对了哈。台湾人帮助嘉庆君伫台湾啊，伫遐做一寡代志安尼。但是徛伫咱台湾的这种立场的时，这种歌实际上实在是，我听到到着起毛字是真歹啦。嘉庆君游台湾，迄阵是清朝年过无毋对。啊，但是呢，徛伫咱现代意识来讲的时阵，我感觉这条歌变作非常有意思。清朝皇帝嘉庆君过来台湾坐茶船，而且有两个意思。啊，嘉庆君来遮坐茶船，这甲一个皇帝出巡是足无共款的。皇帝坐茶船，这感觉是一种爱罗尼的一种讲法的对。这个是毋是重点？重点伫啥物所在？啊，坐船来到台湾要创啥？哦，清朝迄个时阵来台湾，啊是讲有啥物故事的时，其中还佫一个故事叫做杨本官拜地理。这个拜地理，杨本官就是伫中华咧做馆长就对啦吼。啊，伊来遮拜地理，迄就是讲清朝因派伊来台湾要做官的时，是讲听讲台湾会出皇帝，所以你去好好啊，甲我调查。什么所在有咧出皇帝的地理，你甲我好好啊，甲破坏掉安尼就对啦。啊，即句即个拜地理的时，伊是用中华啊，用伊较挖即个鹿港即个音来讲吼，拜地理。拜地理原本的迄个是啥物意思？变做有两个字点来斗，一个是安排的排啊。拜，恁若安排的是一般是讲啊拜地理，啊，但是鹿港人咧讲，毋是，伊绝对毋是讲拜地理，伊是讲拜地理。啊，另外就是吼，甲你破坏，甲你拍败迄个败就对啦，吼。即个败第七音，所以伊当然读做拜地理啦。啊，所以伫即种的吼做即个故事内底，当时杨本官来台湾，就是要甲你破坏台湾的出皇帝，会甲清朝来对抗的迄种地理。是这个意思安尼，啊好，啊我即摆咧讲就是讲，伫即个所在嘉庆君来台湾要创啥？伊毋是干那要来食麻豆的文旦油啦尔啦。按照迄个拜地理即种的迄个这个传统来讲的时，伊是要来知影讲台湾将来会安怎拄安怎袂安尼。
所以这条歌敢若有一个真有意思的迄个情形，就是讲，伊后壁完全无甲你讲伊来台湾咧创啥，开始甲你强调台湾遮古早是啥，遮是啥，历史是啥，即互你叫做啥呢？古早屏东是阿狗，哦，即个高雄有名是打狗，遮个物件你规个拢后壁佫一大堆，内面咧讲土产，佫咧讲风景好食的物件等等，拢是咧讲台湾的水。所以嘉庆君来台湾后壁咧，后壁无啊，有一个华语的笑话，叫做下面没有了，下面怎么样呢？没有了，这是不是我讲的了？下面没有了，来是来，但是有什么代志？没有。有啊，台湾就是台湾，台湾有台湾的古早，甲今啊，迄就是历史的发展。所以我讲这条歌，徛伫这种的角度来看，伊是有台湾意识的这种的一个歌谣的对。好，无时间去讲，最后做一个线尾来讲几句话安尼。第一点，台湾歌谣对现实的社会有关怀，嘛有批判。这种的现象，批判的现象啦，吼，这就是讲咱第一条歌吼，街头的流浪迄个失业的兄弟姊妹，这对统治者有迄种对老百姓关怀，对统治者批判。过来第二点，今仔要讲就是讲，希望大家有法度训练家己较端正、较正确的台语。过来就是讲第三点台音白话甲文音的白话，拢爱对重。我知影有一寡做台语文的一寡朋友拢是好朋友啦。伊拢感觉古典的物件，毋是台湾的文学，毋是台语的文学，因感觉讲迄拢受中国的影响等等。好，我即摆要讲咱。若是讲要了解台湾的跩文学的时阵，你若对古典文学，尤其对这个文音，拢是甲好出去的时，我感觉这毋是咧建立台湾的意识，这是咧互台湾的真丰富的一寡内容，有敢若讲失去伊的真宝贵的物件。拄则无讲的，迄官网会就是讲用文学的提升，来用文学来提升台语的价值。你台语要讲得会水，实际上爱用文学的方式来创作，安尼才有法度将这个台语文提升到更较水的迄种的境界，安尼就对。最后就是讲用这个台湾歌谣，我若有法度建立台湾的意识，用歌谣建立台湾的意识，这当然有一个文化。甲政治方面的这个概念伫内底，今仔无时间讲，无这，你就干那这个地方，你就听佢讲几点钟安尼就对啦吼。安尼今仔就差不多讲到这，超过不只要多时间真歹势吼。多谢各位。多谢老师。我想今仔日大家一定是叫伫。安尼遮尔好的气氛下，听卢教授安尼用足亲切、足大家听咧足爽快的一个语调，甲咱介绍遮个歌谣我相信大家一定感觉真宝贵，对无？敢是？是，足欢喜，但是我感觉无够呢。对啊，无够。再加一节课，要搁加一节，爱搁加，爱搁加，一节是两节拢我紧讲到爽。可能也毋领是一节啦，可能在后壁摆伫后壁，有这真正是这真正是宝贵而且你看伊对每一条歌内面，各唱着伊拢甲掠出来迄拢足准。毋过伊头尾讲迄个望春风迄手定的我就是手定的，我会教你开呀。
吼，所以伫遮我想，已经超过时间啊。不过我相信大家足享受的。啊，咱以后，咱后壁，咱先甲老师讲者好，老师敢有答应，后壁爱搁排敢好？好啦。哦，安尼好吼，咱伫后壁，咱家拍婆啊，讲到。谢谢老师。老师，大家唔敢气严啦。上尾迄句足好诶，你其实逐句拢足要紧。啊，上尾迄句，佮甲咱提醒讲，用台语歌谣来建立咱台湾的意识。我是感觉讲，即点咱会当掠着这，而且佮足快乐，而且欢喜，啊，佮足有感情。啊，佮会当去推广，真要紧咱的意识，咱的文化。我讲这互大家有一个用心加强咱的这个意识。我想大家做伙来努力。多谢老师，拍波，多谢。好，大家各位。有记日咯，拜四啊，拜四，今仔日是拜二，拜四个后堂啊，请大家会记哩，一定爱来继续，真多谢大家，多谢。多谢。多谢老师，再会，拜拜，再会。